前面就不要了。前面第一次是亚洲听力，好，第二进来讲上关，通分就是亚洲听力。第二节也是听力、主力3个层次，然后也听力、主力一些呢，2嘛，亚洲。 所以那种感觉啊，所以我现在要从转调以后，转调以后就好，因为我后面这个就是上面的，我开始我要在那个地方，我要停场一点，好，然后但是第2次的时候我没有放下来，哎，所以我们的第2次的当当叮梆前面2下。 今天的闪调息，听一下，一字随乱听吧。
3，OK，1、2、3。
即碟咱要开始今早起新春称谢礼拜，请咱会记得把手机关起来。来呀，咱就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于伊。洋海属于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呀，咱就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就毋通硬恁的心。咱即时来吟圣诗41首，圣诗41首，请起立。
即时咱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关信上。请坐。咱来看启应文22篇，喜应文22篇，在圣诗后面。这时咱同齐来启应。我的心神嘛，你着学乐耶和华。凡那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嘛，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你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忍耐甲公义做你的免流。用好面做你的心愿。互你福道少年亲像鹰鸟。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东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恶离开咱也是遐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因为伊在咱的体质。少年咱是土粉。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伊的兴旺亲像山林的花。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
伊的愿威无搁认得。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伊的公义也归伫子子孙孙，就是遐遵守伊的约。纪念伊的教示来尊坛的人。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伊的国权管辖万项有。恁遮会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听伊的命令的，拢着阿乐耶和华。恁才会做伊的西塞，听伊所欢喜的，拢着阿乐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达位，拢着阿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阿乐耶和华。咱即时来吟圣诗382首，382首，请起立。请坐。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慈爱的天父，诗篇上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面对新的一年，愿我们的土地从病毒、极端气候、族群分裂、家庭破碎中被医治。愿你的爱、平安、喜乐重回这片大地。圣经上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新的一年，恳求主重新眺望我们对上帝敬畏和热情的心。众兄姐愿意挽起袖子，为上帝做一点事。唯有热心服侍神，恩膏才会降下来，我们的灵命才会进入属灵高原。
若每一位兄姐都是基督的精兵，大家一起兴旺福音，教会的增长及复兴就指日可待了。主啊，面对新的一年，没有人能预期这一年是渐入佳境，或有更多磨难，但我们深深相信，你的安慰、勇气与盼望将环绕信靠你的人。你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必看顾我们，你大能的膀臂必扶持我们走当走的路。我们将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时，咱们来看圣经诗篇65篇1到13节。我用和合本修订本。第1节，上帝啊，在锡安，人都等候赞美你，也要向你还所许的愿。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肉之躯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有福了。我们要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拯救我们的上帝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地极和海角远方的人都倚靠你。你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雨使地大大肥沃。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泽犁脊，降甘霖使地松软，其中生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油脂，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愿神的话语铭刻在我们的心中。这时，咱们请教会诗班来学乐。
咱即时请牧师讲道。弟兄姊新年恭喜！咱感谢上帝的恩典，安尼，互咱伫咧安尼台湾，咱即个美丽的岛屿会徛伫即个所在徛起，伫咱过去的一年内面，有真侪所在充满了惊吓不安，就若亲像咱咧过年的时阵，迄个年兽，互人感觉迄款的不安，但是上帝互咱有满满的平安，互咱游园通自在来出入伫即个各种的遮个场合。我想咱所得到上帝恩典，并毋是干要互咱安尼咱讲独享，安尼若定，乃是爱咱来迄落伫咧台湾诚做咱台湾诚做世界祝福，咱嘛诚做台湾的祝福共款。如果咱的心游园有侪遮个负面的一寡想法，就奉主的名来拒绝即款负面的即个思考，来安尼霸占咱的心，直到互咱的新的一年，会咱重新搁一届邀请主来掌管咱的心思意念，无容阮撒旦伫咱的心内来伫遐压着迄个皮用杂草的迄个种子共款。乃是要对主，咱要搁重新来领受承接伊迄个好的种子，来踮伫咱的心的内面，也来掘松咱的心田，互咱的心会通来结实，30倍、60倍、100倍，也互咱会真正伫新的一年，咱要搁一届重新来安尼欢喜过一个新的年，要来得到上帝的祝福恩典满满。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年，阮伫主你的恩典的内面，领受主你丰盛恩典满满。虽然阮有经历全球性安尼迄款的即个武汉肺炎的即个疫情，直到有侪所在游园甲即摆还搁咧封城，但是阮感谢你，你互阮踮伫台湾即个岛屿，互阮伫遮平安徛起，阮献上感谢。也阮主伫咧新的一年，你游园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互阮伫新的一年，阮有对主你领受你对你来迄个新的看见、新的愿望、甲新的行做，互主你的神不断来提醒阮、引带阮行伫主你所爱阮行的道路的顶面，互阮会通安尼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咱今仔日所领受的这段经文，诗篇65篇，是咱安尼，咱若是对经文圣经的迄个标题内面顶，就会通看见，伊讲是大笔的诗歌，交互乐官，伊是一篇代表王朝咧学老的一个诗歌。诗人用到差不多安尼，会用讲用到3个段落来伫遐来学老上帝。诗人一个开喙就伫遐安尼讲出迄个迄份甲上帝伊迄种的个人关系的迄款的亲密的关系。伫咧经段内面，伫遐开宗明义，就伫遐真清楚讲起了迄个伊讲起了我甲你。甲迄个上帝，迄个你，以及你甲我的迄款的迄种亲密的关系，独上帝迄个你恩待了我，独你创造了即个世界，独你安尼享受丰富的百面，万面来互咱安尼来伫遐享受。除了你以外，我各有自罪。这是照着伫咧诗篇73篇内面所讲的。除了你以外，我还有谁？诗人对安尼我甲你以及你甲我迄款的个人的关系开始，安尼一路伫遐咧铺陈，将
迄个群众引带去雕建即位你，也就是咱所敬拜的即个上帝。上落尾，伊安尼进一步达到安尼。迄个咱讲上高峰，就是互众人心内伫遐充满了感激，直到大家伫迄个所在，伫遐拢欢喜出声来学乐咱的所敬拜的上帝，因为因伫迄个中间看见上帝怎样来引带因头前的路站，所以咱会通看见着诗人伫咧迄个中间，伊深深期待。既然有生命气息的人，拢爱伫上帝面前来伫遐来敬拜上帝，来伫遐来学乐上帝，来伫遐来无条，因为学乐上帝迄个无条件、迄个白白的恩典来享受咱，并且搁伫遐宣扬上帝奇妙的迄个大权能，甲着伊的气力，以及伫遐称谢上帝迄个咱讲无微不至的迄个看顾。甲攻击，所以诗人伫咧迄个中间，伊伫遐安尼学乐上帝了后，煞只伊就表达出伊安尼一个真沉重的吐气，伊伫遐表达出迄个罪本身的一种的宽恕，直到伊伫遐来主宰着迄个咱的迄个我，迄个咱的自我的迄个我。另外一方面，诗人也伫咧上帝的面前，伫遐来安尼坦白伊家己的迄款的软弱，伊用着众人伫遐公开承认伫家己的过错，就是即个我，即个人踮伫罪孽的迄个权势下面，就亲像保罗所讲的，伊讲安怎？讲我所意爱的好，我无去行；我所毋爱的迄个歹，我反倒去行。所以保罗伊伫遐真痛苦，伫遐大声喊话讲靠啊！我的罪人，自罪要救我脱离即个地到死的体啊！所以伫迄个所在诗人安尼伫遮指出了罪恶，迄个罪孽是人迄个内心伫遐来背逆上帝，直到做出迄个安尼讲愚妄的迄个罪行。伫迄个中间，咱若对伫迄个诗篇51篇内面，咱就通看见，伫遐亲像大卫伊甲着即个拔示巴伫遐同房了，神天哪坦来伫遐来见伊，伊就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做了诗篇51篇的迄个诗歌。因为人的愚妄，人的迄个背逆至到，虽然那亲像原底本来是甲上帝有一个真好的关系。但是因为伊的心无掠主做大，掠家己做大了，伊就会伫咧中间来怎安尼行了四角叉，直到伫迄个所在做了愚妄的罪行。但是诗人伊并无因为安尼来伫遐忧闷失志，伊反倒伊仰望上帝，无条件迄款的救赎甲恩惠，就亲像迄个保罗伊伫遐喊话讲感谢上帝。靠着安尼迄个上帝对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就会通脱离即个至到死的迄个体。过去咱得到即款安尼恩典，伫咧旧约是是遮的以色列人。毋过咱若是对新约的迄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咱就会通见到迄个见伫咧耶稣基督内面的安怎？就是迄个受拣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若是照着以弗所书内面所开拓的迄个真理，遐个伫耶稣基督内面的，除了踮伫上帝的殿院的迄款的恩典以外，安尼另外一个更较大、更较深更较确实的恩典，就是安怎？人要较正圣道，同齐伫遐来建立上帝的殿院，伫迄个所在，上帝以及建立上帝国度，伫主的内面得到一份安尼超过人所会通想象的、所会通明白的迄个大恩典，就是上帝伊照着圣神，伊要踮伫咧即个每一个信徒的内面。
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内面，诗人所讲的迄个所竞选，互伊亲近你的，踮伫你的院内的，诗人咧，因为伊就是迄位受竞选踮伫上帝厝内伊的圣殿的人，伊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心满意足。所以诗人伊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安尼感觉。虽然头开始的时阵，伊心内有安尼侪懊恼，后来看见家己的罪，但是伊后来伊看见迄个上帝的迄个恩典，伊煞只伊就伫迄个所在，伫遐来懊恼上帝的即个救赎。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安尼有两款的真明显的迄个伫遐安尼懊恼上帝的迄个宣扬上帝迄个创造伊的迄个安尼。讲伊用着伊的迄款的公义甲着迄种威严，伫遐来回应着即个诗人对伊所讲的，伫遐会通看见的就是安那，伊伫遐表明了上帝，伊伫遐来应允确实应允咱的祈祷。伊第二个就是表明上帝，伊是一个信息可靠、通可靠的，伊若有血气的。无论是踮伫近的，是伫咧远的，拢应该同齐伫咧起来到伫上帝面前，伫遐来唱歌懊恼上帝，宣扬上帝的公义，甲着伊的救赎。所以诗人伊后来伊阁继续伫遐来讲起着上帝已经安尼伫遐彻底伫遐来安尼，咱讲。破坏，也是讲讲碎了迄个魔鬼的权势，所以人拢着安尼起来敬畏，用着起了迄个敬畏的心，来到伫上帝面前，来伫遐来敬拜伊，来伫遐来懊恼伊。后来上落尾诗人引出即个百姓伫咧中间，伫遐来唱歌懊恼上帝，感谢上帝迄个真丰富的迄个供应，伊安尼。伫遐灌溉迄个土地，落好的雨水伫迄个所在满山遍野，安尼生满了五谷，到处拢是羊群甲精神。上帝恩典哪亲像人安尼滴伫头壳顶的迄个冕流共款，互人一个看见就拢知影，迄是上帝恩典安尼是互人无法度伫遐来好认。上帝伊对即个大地的迄款安尼的眷顾，咱无法度来否认，甚至咱会因为安尼对心底来发出咱讲迄个赞叹的声音，讲这一切拢总是上帝所做的。所以伫迄个所在，诗人讲起了上帝恩典甲一祝福，哪亲像咱伫迄个中间，伊讲。哪亲像人，驶着迄个马车，伫迄个马车流落迄个车痕、车轮痕共款，伊流落上帝流落真丰富的恩典的油，安尼滴满了迄个规个地面。诗人用着迄个咱讲拟人化的款的手法，伫迄个所在伫遐安尼，伫遐描写着伊迄个真欢喜快乐的心情，伫遐安尼。看见了旷野，迄个原地本地旷野原地是应该是一无所有、真偏远的所在。现在真做亲像草坡伫咧顶面，甚至佫看满了一层白色的即个羊，迄个绵羊的即个衫。山谷用着即个五谷来做满来看，这是一个好顶，互人安尼使人快乐心满意足的迄一个画面。这拢总是上帝恩典，所以咧兄弟，当咱伫咧安尼领受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搁伫咱伫即个所在伫遐来欢喜过一个新的年的时阵，咱大先需要认捌上帝，搁安那爱接受伊的救赎恩典，咱才会通伫迄个中间了解到咱所看见。所经验到所有的一草一木，拢总是出自上帝奇妙的大能，也才会为着咱所领受的所有一切的这个迄落咱所得到的，来献上咱的感谢甲迄个感恩。嘛，只有真实的认捌甲相信，
来安尼，佮接受咱主耶稣伊真实的即个救赎恩典，人才会晓悟迄个真正的我，真正迄个我即个个人是属伫伊所创造的，佮是伊是咱所有一切的源头。只有当人大声伫迄个中间，伫遐来诚心，伫遐来谦卑，接受上帝迄款无条件的迄款的救赎，才会通明白，以及接受宇宙万物拢总是伫咧上帝的创造内面，所为着咱所拥有的一切来伫遐来献上咱迄个咱讲至真至诚迄款的感恩。如果咱有缘伫咧中间认为咱所有一切拢是咱所努力来得到的，安尼认真讲，咱无真正认捌咱家己。甚至若要讲较迄个叫做讲，咱甚至是偷摕上帝眼光，滴到咱的心犯罪。事实上，有时咱真安尼无小心咱就会因为安尼高估咱家己，无注意伫迄个中间来安尼，咱讲窃夺上帝的荣耀，滴到咱来跋倒犯罪，这拢是在所难免。若是为着罪，伫迄个中间伫遐来自责的时阵，通常会落伫两款的危机的顶面。一种就是安尼对咱家己自我的迄个认捌顶面的一种的危机；另外一个就是对上帝应允的迄款的认捌的一种危机。伫咧对自我的认捌的即个顶面，就是人受到当咱犯罪了，人会受到迄个良心的迄款的谴责，结果安那，互人深深感觉见笑，陷落伫咧罪恶感的内面，直到无法度接受上帝安尼白白赦罪迄款的恩惠。即个时阵，咱的即个个人会因着即个自我安尼责备，自我认捌对遐来迄种的自我责备的一边，咱就安尼慢慢甲处落去，直到咱伫迄中间离开咱的主远。若是伫咧对上帝应允的即个认捌的顶面，有一寡信徒伊总是会感觉到伊家己的迄个咱讲罪孽深重，直到安那，伊感觉讲上帝无可能白白来赦免咱。也一定袂赦免咱，所以伊就伫咧迄个中间对上帝应允的迄个认捌的迄个危机的迄一边怎来处落去？迄个头前的即个对自我认捌的即个危机是活伫咧一种的咱讲罪疚感的内面，后面的即个对上帝应允的认捌，伊是怀疑上帝迄款无条件的迄个恩典，所以无论伊顺着倒一边安尼触倒落去，结果若毋是活伫咧真沉重的即个罪疚感迄个自责的内面，就是归去怎离开上帝，离开即个信仰的群体，离开教会，继续伫咧享受伊伫咧迄个咱讲伫咧最终之乐。这个拢无合上帝的心意，嘛是无必要的一款的错误。上帝赦免的意思是我得到赦免，进入一个甲上帝一个新的关系的内面，进入甲上帝伫咧基督的合一的内面，救赎的奇迹就是上帝将我即个原底本底无有清气的人改变成做合伫伊的标准是圣洁的，将新的个性，也就是耶稣基督迄款的个性来放伫咧我的内面。当咱如果互罪来较赢的时阵，咱毋通因为安尼来失去着对咱家己的迄款的对上帝的信心，甲着对上帝迄个愿望，总是爱转向咱的迄个眼光。注目伫咧主耶稣的本身顶面，互罪无阁继续来伫迄个所在来管辖咱，
因为上帝下做迄个大恩典，当咱立志伫迄个中间若讲用消极的方面来看的时阵，咱应该就是讲，咱需要的是安怎？咱决意安尼万分离开这个歹代，也就是怨恨恶，离开那个罪行。也伫咧积极的方面，咱应该时常伫咱的生活中安尼凡事常常心存感恩，来伫遐来过日。当咱伫遐咧欢喜，咱伫遮个所在伫遐来欢喜咧过年，过一个新的年的时阵，咱是毋是应该亲像咱头拄一开始咱所讲的，咱伫遐经历做的迄款的年兽，原本伊伫遐将咱安尼紧安尼将咱捆绑掉咧，将咱甲掠掉咧，但因为咱欢喜接受主伊的赦罪，互咱迄个性命重新来得到换新。就咱要看见咱的性命原本是一个趴远的，是一个可汗的迄款的旷野，但有落好的雨水点伫咱的心田的内面，互咱的心田的即个土地来安尼得到软软，咱的性命的迄个旷野要变成做草坡，山谷要用着五谷做满来砍。迄个时阵，咱就要用着安尼欢喜的声来伫遐来唱歌，学乐咱的上帝。所以，兄弟，咱伫咧新的一年，咱伫这个所在伫遐来过一个新的年的时阵，咱需要重新搁一摆来去思考，咱有真实伫迄个中间来安尼接受上帝的迄款的救恩无？是咱继续游玩，抑搁活伫咧迄个伫遐来自我控告的咱讲迄款的生命的内面。如果咱若继续安尼伫迄个，咱抑搁继续伫咧活伫咧自我控告，是伫迄个中间伫遐来为着咱的罪，逼到咱伫遐来自我放弃的时阵，咱无法度去经验着上帝，伊要伫咧你的心内，伫迄个所在为你为我，伫迄个中间，咱要经验着伊怎样为着你来将迄个原底本底那亲像旷野的迄个心田，要搁一摆，互咱要亲像草坡，要伫迄个中间有满上帝的恩典甲祝福，要临到伫咱每一个人。如果咱伫迄个所在，咱期待要得到上帝祝福，咱大声就爱。需要的就是接受上帝的救恩，但是咱做一个基督徒，有当时咱会通看见的就是，虽然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感觉讲咱已经领受上帝的救恩，但是咱敢有真正来领受上帝的救恩？是咱犹原继续抑搁伫迄个中间活伫迄个罪内面，甚至伫迄个中间伫遐互罪继续来伫遐来甲咱捆绑。伫遐来自我控告，求主怜悯咱，也帮助咱，互咱伫咧新的一年的开始，咱要搁一摆来领受上帝伊对咱迄款的祝福，迄款的祝福就是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的生命内面要满有上帝的迄个祝福伫咧咱的内面，因为咱欢喜领受上帝的救恩，就伊要互咱的生命充满了伊的恩惠。滴落伫咱的每一个生命的路径的顶面，咱同心来祈祷。满有丰盛恩典、慈悲怜悯的主上帝，阮伫咧新的一年的开始，祝阮搁一摆恳求施恩的主，互阮会晓得。伫新的一年开始，阮就来数算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的每一项的恩典，不管伊是大也是细。主，阮也期待阮伫咧新的一年，阮要继续领受对主你来丰盛的恩典，甲你的恩典救赎。互阮伫阮新的一年内面，不管阮伫咧顺境是逆境的时阵，主，阮有对主你来所领受迄款满
迄款的愿望，就是祝你丰盛的稳定，甲你的人民要来施落伫阮逐人的性命内面，因为这是主你所欢喜施落互阮的。就阮伫咧新的一年，阮要对主你丰盛稳定内面，阮要来活出主你爱阮活出迄款的款式，是一个满有对主你来充满了快乐甲能力的新的一年。搁即个新的一年，阮要看见主你怎样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不管是伫咧阮的个人，是伫主你的教会，以及阮的国家，拢要因为有主你丰盛稳定，甲你的慈悲怜悯，主阮要经验到，阮有一个无共款的新的一年。搁即个新的一年，你要照着你的心意来，互阮经验到主你是迄个各真各活的主，你也是迄个要做基事的主，互侪侪也未信主的遮个阮的朋友亲人，要因为阮所活出迄款的性命，就因也要甲阮相同，甲阮会通同齐进入伫主你上帝的国度的内面。求主你圣神亲自不断来引带阮，来启示阮，也来帮助阮，互阮会通活出迄款安尼的款式，互侪侪人因为阮性命的转变，因的性命也要因为阮来得到主你的祝福稳定满满。阮搁一摆将阮每一个人，阮的众兄弟，一个一个恭敬仰望伫主你的手中，互阮过去，阮若身躯得到安尼衰烂的，要得到主你重新，互阮来得到勇健。阮心神软弱的，要因为有主你的救恩，阮要重新有一个换心充满了主你丰盛稳定，以及你大能是一个保有任何囝兄的迄款安尼的性命。互阮所有众兄弟，阮甚至阮的长辈，因伫咧新的一年，因虽然年老犹原要结果子，也互阮遮壮年的伫咧即个新的一年，要有对主你满满的祝福甲带领。阮的性命要结出侪侪主你爱阮所结出圣神的果子，来互阮的遮个囝儿时世，因来军队来看来军队，互阮遮个年轻的阮的少年人，因伫因的性命的内面，因为有遮个长辈时代，遐个真好信仰的款安尼的典范，就因欢喜来军队，也来伫迄个所在，会通甲主你相拄，互因的性命会通来得到坚固，得到徛在。主，阮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甲仰望，因为你要照着你的心意，行你的心意，伫阮的每一个人心内，甲阮的一般日常生活中，互阮真正会通伫主你过来日，阮要伫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称赞，好搁真正的落魄。阮搁一摆献上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上过做出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383首，圣诗383，请起立。Lord.
请坐。咱即时要奉献，请人杰执事跟淑芬执事。阿门，请坐。这个时阵，咱要来介绍咱的这个过年我们好不容易咱的亲人拢安尼组织做伙所以咱要对倒一边，一般拢对倒一边，拢对西班牙。安尼，咱来对音控迄边遐开始。好，来带好迄个李长老全家，李长老全家来。咱嘛真欢迎乐姨，个乐姨边仔这位是大嫂。欢迎因对高雄来，个这个义民个这林姐、于珍怡姐，咪咪恩心小朋友这恩怡恩亲呢OK 来请坐。来民芳这对上边的来民芳家军个俊彦来过来，咱来任杰
你头仔毋是伫遐？来走去遐去，哈？伫倒？先看内底，安尼那个任姐小等者，小等者，我对这边开始的。我想讲你伫米咧遐咧，结果叫炸条啊炸咧。哦，正论，阿论，迄个美珍长老，哦，珍爸，啊，郑公因有了，哦，郑公去台北，来，艾琳姐堂姐，吼，好，请坐，来，过来迄边，佫有啥？来，明达长老，各陈恩，还有君惠执事哈，个林雅，还有那个陈安，个香香，叫什么？啊木香，哦吴木香，哦木香，哦个迄个任平哈，何任平，甲迄个哦，维珍、尹珍，哦，还有啥啦？迄个陈恩哈，有来哈，陈安，好来，请坐。迄若较久无来，拢会考牧师。过来，来，迄个韩校长因即家吼，迄个淑华。哦，个迄个中安，嘿，中安个迄个庆业哈，怡锦，好，来请坐。哦，来居里啊，甲着迄个甘言夫妇哈，请坐。来淑芬。来，迄个来毕爱姐，洪顺兄，个哦盛勋，盛伟哈，我个来叫名出来哈，这个盛伟佳慧啦哈，乔恩哈，个迄个钟怡哈，好过来，迄个银莲，吼，银莲姐，吼，咱真欢喜哦，银莲姐回来了，就搁加入咱的诗班哦，诗班的阵容搁较加壮大安尼吼，来，迄个秀梅、思思，哦，丽云、丽涵，吼，请坐。来，迄个方美执事，方俊。今仔做执事无啦？好，请坐。来，迄个淑珍姐，淑娟姐，好，请坐。来，芬兰姐，妈妈，哦，来，哦，个迄个，佩玉，美娥，耀和、耀竹，哈，佩玉，哈，好，来，请坐。迄个建明，小爱在那边，好，在里面，好，来，请坐。无说家庭上班啦，哈。过来，哦，迄个吴世朗牧师，好，牧师牛，来陈阳兄，陈阳兄，静学姐，还有正方，正方兄。来，桂智姐，
桂枝姐甲着因的囝吼，志豪甲盛仪吼，志豪甲盛仪伫咧台中东荣教会咧做传道吼，啊已经摕到即个牧师资格啊吼，嘿，咱感谢主吼。遐济啊，队长了啊，啊个即个哦，嘉诚，嘿，来，冯长老、连平姐，安尼咪咪还佫徛一届啊？咪咪啊，走去外口，来，哦，咪咪佫走出来，来，扑出来，哦，这有关系哈，迄个冯长老甲迄个咪咪哈，来。迄个碧光长老，哦，即家嘛，安尼，哦，子欣呢？我没来，好，请坐。迄个来，孟泽全家，怡耀，迄个雨纯，舒服，我哦，你要叫是，好，请坐。来，阿静姐，无听到？阿静姐，好，请坐。来，明珠姐，头拄无甲吼，好。来，请坐，好，安尼吼，好，过来，玉璇，玉璇就是伫咧泰山路吼，上海小笼包，爱会记人吼，好，来，过来，有。哦，美玉老师，甲着那个怡婷，这甲爱甲迄个慧丽老师吼，这算讲因这同家族。好，来请坐，来任姐，哦，这阵嘛吼，任姐家族，后壁阁有无？无啊吼。曹金伫倒？哦，歹势去查咧。来，曹金，今天就只有一个。好，来牧师的家族。哦，对，什么人？来庄训，走秘咧外口。来，哦，妈妈冇来。来，哦，这阿孙啊，终于出现了哈。来。庄训啊，那个妈妈叫什么名去啊？来，那个那个，我小子女，真，魏真哈，咱感谢主哈。来。伊既然来，咱就来为因来做祝福的祈祷啊！吼，因为即个细囝安尼自出世啊，就无老母吼，咱来为着因来做祝福的祈祷，咱同心来祝福。真吼，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虽然阮伫你的面前，即个细囝伊自出世就失去老母，主阮。有缘要主你来恳求，因为伊所失去的，主你要互伊补足，互伊搁较济，互伊所失去的，主你一个定心来甲伊补满，主你特别来照顾着安尼因全部遮的亲人，特别是阿嬷爱来安尼照顾着伊本身。主愿恳求主你，互伊有缘有对主你领受你来的祝福，互伊安尼有缘有勇健身体，伊全家拢伫咧主你的恩典内面，安尼拢得主你
会稳定丰盛、稳定满满来充满伫因的即个家庭。主，阮也期待因全家伫国内无偌久的日子内面，因要对主你有搁较侪认捌，要因为即个细囝、即个全家，要因为伊来得到主你的祝福，稳定满满。即个全家要因为一人来得着救，全家拢要得着救。主，阮搁一摆将即个家庭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抓住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好，谢谢。来，请坐。还有没有介绍到的？来，那个依云，拢秘咧外口的，拢无看到。来，依云依云伫咧外口遮。还有无？还有没有？我们社青的。来，文兰，来，他出来了。这个是未婚的，来，你莫秘咧听后壁，拢无人看到你，好，请，好，文兰还有吗？还有没有没介绍到的吗？没有了来，牧师的家庭，牧师娘，陈琪、嘉文，好，咱先感谢主互咱伫咧安尼过去的一年，虽然咱有侪的安尼感觉，互咱感觉紧张不安的所在，但是咱拢伫主的恩典中，拢得到主的施恩赐福满满，咱也期待新的一年，咱要继续领受上帝的恩典，互咱新的一年要看见伊更较丰盛的带领伫咱每一个人的中间。来，我还记得牧师拄来时，伊逐工都伫背咱的名，逐工都伫背讲这个叫做什么名，迄个叫什么但是定定就是张冠李戴啦所以早起我甲牧师讲，牧师今仔日互你来介绍，我要甲你考试，仍然是100分啦，你给他拍手。还阁是有点打的。因为无简单因为才1年多牧师才来年外尔会当甲每一个会友、甲会友的小朋友的名拢会当记起来。像早起看到贵氏的儿子跟媳妇来，伊就紧来去编迄个资料我讲，那我介绍的时，我就是看贵氏甲伊的囝甲新妇你就好伊就名拢爱记起来所以这个做什么代志，牧师拢足点心我们真是感谢他。好，这是咱来报告今仔日新年祝各位新年快乐。第二这个礼拜除了今天的礼拜，还有我们这个礼拜天的主日崇拜其他周间的聚会都暂停。第三21号咱要举行和会，咱也袂当来办公室这个请假。第四28号起，咱成人主日学大卫报生也要正式开课。咱若有想要参加，会当跟办公室报名以上然后恩心有补充报告，恩心兄弟平安咱感谢上帝互咱这新春会当足侪久久无看见的兄弟会当转来甲爸母团圆咱伫礼拜煞等者咱要翕一寡家族的相片啦不管是你一个人来，还是10个人来一个人嘛代表一个家族，所以咱拢爱去翕相着这翕相要做伫咱60周年的刊物的顶头，还有伫教会培训的资料内底咧使用所以咱一个礼拜煞拢伫内底因为外口行有一寡重的，然后中部会跋倒安尼，所以咱拢伫礼拜堂遮咱一个礼拜煞就以家族为单位，然后来翕相我伫遮翕相安尼，以上补充。好，这是咱来宾上映510首，请起立。我
但愿恁的疼心亲像约旦河的水流，长流无煞；愿恁的信心亲像锡安山的步道，步步高升；愿恁的祈祷亲像金香炉会显升到主的面前；愿恁读经亲像金灯台的亮光，照亮恁的前程；愿恁的家庭亲像橄榄地的葡萄，幸福甜蜜；愿恁的身躯那黎巴嫩的碧香树，永壮无生；愿主赐恁的恩典，那亲像黑明山的露水，年年滴落。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